好，嚟到第44條嘅位置啊，呢條又要用到我哋嘅 Momo 4嘅位置啊。OK， 咁我哋入咗先，唔好煩啦。Momo 1、Momo 4啦。咁啊，39、10、13、16、17、19、25、26、28、30、33、2啦。咁啊 Shift 2移咗佢先啦。Standard Deviation 係8.34，咁啊一定超過8嘅。OK， 跟住Standard Score 係咪每一個嘅 Standard Score 係咪細過2啦？咁 Standard Score 嘅計算公式係咁樣嘅。咁你代個2入去睇下咯，咁啊2啦，乘翻過去啦就係8.347。mean 係幾多啊 ？mean 我哋 Shift 21啦 ，Shift 21個 mean 係23.75，即係你加翻23.75咧，就係計到個 x 啦，即係每一個嘅 x 啊。OK， 2乘8.347加翻 answer， 呢個 x 咧係40.444，係咪每一個都細過40.444啊？會係喎，全冇人大得過40添啦，係咪？咁呢個咧一定係細過2噶啦，細過2噶啦。OK， 跟住啦 ，median 係咪22？咁你逐個排下嘅啫，係啦。咁啊10啦，13、16、17、19、25、26、28、30、30、32、39。咁呢個 total 咧係有12個數嘅，12個數斬半咧，即係6同7之間。6同7之間咧係1、2、3、4、5， 6同7之間即係喺度。佢嘅 median 係25.5，而不是22，而不是22，所以咧答案就係 D，答案就係 D。